这个最关键的地方了，关节上下两只脚关节的地方，用那个橡皮筋固定连接，然后松紧有松紧，产生动能了。然后你看那个比较外面的还长的那个松紧线，类似橡皮筋剪开的了，那个很长的，还是有松紧的，有松紧功能的一条长线。哎，你看连接上面的跟下面的关节点，上面还用那个橡皮筋的一小段来塞住控制，你不会太松了太松下面一拉就没有那个产生力道的功能。好神奇，好神奇。